米多伦多罗米阿米阿，祈祷每一天。欧米嘎布代多担绕阿嘎瓦斯，与人同在的上帝。萨利嘎嘎马布隆平安。马拉兹在吉达阿米拉亚多苏阿人努嘎瓦斯，姐妹弟兄平安。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话。以何西亚只在古萨法阿兹方萨卡西瓦阿多谢尔苏阿萨乌嘎瓦斯嘎古。在爱古担绕，我们卡布代卡古有放在来阿卡瓦斯以达瓦南沙岸。何西阿书第11章第9节说：“我是上帝，不是世人，我是住在你们当中的圣者。”萨利嘎嘎奥达拉祖啊，吉拉绕吉达有担绕，你告里拉。在爱比利亚斯古嘎瓦斯伊迪达安南，米卡波基耶斯基里斯多都伊卡莱阿担绕伊，我米巴达拉卡莱都卡鲁法海阿米古米诺达邦阿嘎瓦斯，阿都米拉乌在阿在爱卡法利斯阿乌拉宁拉。虽然我们仍有过犯，但上帝从不离弃我们。耶稣基督与世人同在。彰显了主上帝丰盛的恩典和永恒不变的慈爱。米多伦吉达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大邦奥，o bitiaran no urip ako kiso, no hani, hapulan iso ko raraw ako, ami safalo do urip no mako. Urumasa do, mararir kiso a mikapot i takwanan.Saka, ano masama-amaan ko urip ako i, jiri haray kako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依靠，因你赦免我的过犯，更新我的生命，并且你时时刻刻陪伴我，所以无论遭逢何事，我仍有平安。Pakai ni i dalam anay a nganganutapang.Ji Yesus Kristo a mitolon. Amen. Nanay mapalamat no kawas kiso. 愿上帝祝福你，平安。